那你就再约时间啊，看礼拜天啊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啊，再约时间啊。今天礼拜三嘛，他需要。有关发生于8月4日13时40分于本辖中丰路山顶段308号前之交通事故案，本案为普通重型机车与营大货车之交通事故。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于变换车道及方向时，不慎与直行之营大货车发生碰撞。本案普通重型机车骑士经送往医院救治，仅右手擦伤及右脚骨折外，并无生命危险。双方驾驶人经酒测后，并均无饮酒情形。警方在此呼吁，汽机车驾驶人于道路驾驶车辆时，除应遵守交通法规之外，于通过路口或是变换方向时，应注意来车减速慢行，以为安全。